大惡釘。有一個咧鏡叫做銘文鏡，要做上家就係一名博士。咁呢個景教碑咧，就係代表住基督教嚟到中國。一出皇宮大城門左邊，土瓜灣浸信會堂主任陳仲康牧師，我哋恭請觀塘國語浸信會堂主任孔家華牧師。謹代表咧係學會嘅全體嘅會員啦，歡迎咧大家嘅蒞臨喎，盼望咧我哋咧可以咧將神嘅道咧藉住咧我哋嘅生命咧繼續去流露啦。發展開去咧就去到咩咧？去到一個，我希望佢幫我收拾嘅。我哋係行一步先知道咩事嘅，你唔行你就咩都見唔到噶啦。莊稼已經熟透啦，我在這裏，請差遣我。1、2、3。麻煩前邊影相嘅俾同埋大家都俾個心心咧。攞啲撳釘啲都唔重要㗎嚇，快啲接落。福杯每日都有主嘅恩典啊！多謝多謝。佢就抄咗成個文章喺度啊！最欣賞就係呢一幅字啦。就羅馬帝國其實都係指巴勒斯坦伯利恆嗰度，教佢哋寫銀雀山字體，咁佢寫得好好㗎。係啊，我哋一嚟深入傳統，深入傳統，我哋先可以出嚟新意。越舉辦咧就係越興盛。今日咧有3張畫，好多人都因為書法呢件事咧，令到佢哋都身心舒暢。係，所以我中意呢個。令到神嘅話語更加喺我嘅生命裏邊，天父看顧我哋，時時將我哋銘刻喺佢嘅掌上，將我哋常在佢嘅眼前。推廣我哋中華文化，讓更多人認識，又可以寫書法，又可以傳福音，又可以認識我哋主耶穌。我哋多謝晒 ，Amen。